Hare Krishna，好開心你嚟到同我一齊去讀呢部聖典《博家談》。Om Gyananjana Shalakaya Chakshunam Yena Tasmai Shri Gurave Namaha Vanchakalpatilibhascha Kripa Sindhu Bivacha Patitanam Bhavanebhyo Vaishnavebhyo Namo Namaha Shri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Shri Advaita Gadara Shivasadi Gaura Bhakta Vri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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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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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 Rama Rama Hare Hare。咁我哋翻去睇一 Prahlad Maharaj 俾到我哋嘅教導啦。上一次就最後講到啦，嚟緊就會講成功嘅奧秘啊。咁係咩奧秘呢？我哋即刻進入去第七篇第七章第30到31詩節啦。譯文：人必須拜真正嘅靈性導師為老師，懷住巨大嘅奉愛之情同埋信心為佢服務。人應該將自己有嘅一切都獻俾靈性導師，應該呢，藉由同聖潔之人同埋奉獻者嘅聯誼，崇拜至尊主，滿懷信心咁樣聆聽至尊主嘅榮耀，讚美至尊主嘅超然品質同埋活動，總係冥想至尊主嘅蓮花足，嚴格按照經典同埋靈性導師嘅指示崇拜至尊主嘅神像。要指前面嘅詩節講到啦，能夠令到人即刻增強對至尊人格守神嘅愛同埋心情嘅程序，係成百上千種令到人擺脫物質存在束縛嘅方法之中最佳嘅方法。經典仲講到，宗教原則嘅實際真相係極秘密㗎。儘管係咁，只要人真正遵守宗教原則，就可以好容易了解佢。正如聖典博家談之中講到啦，至尊主係至高無上嘅權威，宗教原則係由佢講出嚟㗎。對此呢，前一個詩節之中呢嘅由至尊人格守神俾到嘅呢一個詞語作出咗證實。至尊主嘅命令同埋指導呢，都係絕對正確㗎，保證呢令到人受益。按照呢個詩節之中解釋嘅佢嘅指導，宗教嘅完美形式就係奉愛瑜伽。咁要練奉愛瑜伽嘅人呢，首先就必須要接受一位真正嘅靈性導師。Srila Rupa Goswami 喺佢所撰寫嘅Bhakti Rasamrita Sindhu，即係奉愛服務嘅純粹甘露滋養當中嘅第一篇第二章第74到第75詩節就建議講到啦，人嘅首要責任係接受一位真正嘅靈性導師，學生或者門徒應該十分好奇愛問，應該急切咁樣想知道有關永恆宗教嘅全部真相。呢個詩節當中嘅藉由為真正嘅靈性導師做服務，呢句說話嘅意思係，人應該咧親自去服務靈性導師，令到佢嘅身體感到舒適，幫佢沐浴、穿衣、協助佢瞓覺同埋進食等等。呢個咧稱為藉由為真正嘅靈性導師做服務。咁門徒啦，應該作為卑微嘅僕人，去為靈性導師服務㗎，並且將擁有嘅一切都獻俾靈性導師。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生活、錢財、智力同埋話語，應該經由咧靈性導師呢一個媒介，將佢哋咧獻俾至尊人格守神。咁應該將將一切獻俾靈性導師咧，係當做一種責任㗎。但係咁樣做嘅時候，應該要誠心誠意，而唔係咧為咗得到物質收益做表面功夫啊。
咁樣嘅奉獻者咧就被稱為 Apana。此外咧，人應該同奉獻者、聖潔嘅人生活喺埋一齊，學習奉愛服務嘅禮儀同埋正確嘅行為。就有關呢一點，Srina Vishwanatha Chakravarti Thakur 評論講到，為靈性導師所作出嘅奉獻，應該係懷住真正嘅愛同埋心情去做㗎，而唔係得到而唔係咧得到他人嘅仰慕。同樣，經典就建議啦，要同奉獻者聯誼，但係必須係分辨是非㗎。事實上，一位聖潔嘅人，即係沙道啦，必須行為聖潔。人嘅行為除非咧符合標準，否則咧就唔係完美嘅聖潔之人啦。因此，Vaishnava 即係聖潔之人，即係沙道，佢嘅行為必須要完全符合標準㗎。Srila Viswanatha Chakravarti Thakur 講到，一位 Vaishnava 即係得到 Vaishnava 教育啟迪嘅人呢，應該受到符合 Vaishnava 禮儀嘅尊敬，亦都就係講應該為佢哋做服務，向佢哋獻上祈禱。我哋唔應該同唔符合 Vaishnava 標準嘅人呢去交往聯誼㗎。咁呢度咧好清楚講到，首先要託備你要修呢個奉愛瑜伽最高嘅層次嘅瑜伽方法程序就係奉愛瑜伽啦。咁你修奉愛瑜伽，首先就一定要託備一位靈性導師啦。並且咧對呢位靈性導師咧全身心，仲要有愛同埋情感去做服務，一切都要俾晒佢。所以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咧，你嘅靈性導師必須要係一個純粹嘅靈性導師，因為你係要獻上一切俾佢，無論心機、時間、錢財，乜嘢都冇係自己噶啦。即正如咧之前講9項奉愛服務其中，即係最尾嗰項啦，Atma-nivedana，完全嘅歸依，即係冚唪唥都唔係你屬於你自己啦。真正嘅歸依，完全嘅歸依就係冇絲毫啊，都冇係我自己嘅嘢，完全都係靈性導師嘅，乜嘢都係為佢所用。所以喺呢咁樣嘅時候咧，你必須要係託備於一位純粹嘅奉獻者，如果唔係，你會傷得好慘。即係被之前講到好多嘅騙子啦、假咕嚕啦，俾人呃咗啲錢呢，都唔係最慘啦。好多即係喺物質世界嗰啲騙案，亦都係啦。俾人呃錢唔係最慘，係俾人呃咗愛同埋情感呢，先係最慘。咁所以同樣地啦，呢度講到為咕嚕地係要獻出愛同埋情感呢，去為佢做所有嘅嘢。所以如果你託庇咗一個假嘅咕嚕嘅時候，你係會傷得好重，你嗰個情感嘅傷害遠超於你嗰啲物質嘅嘢冇咗。你亦都從此可能會對你修行冇信心，咁所以必須要咧好好咁祈求 Krishna 係賜予你一個純粹嘅奉獻者啦，或者即係好高層面嘅奉獻者去做你嘅靈性導師。咁當然啦，如果你心裏面一開始嚟接近呢門嘅修行嘅時候，你都係諗住喺呢個修行當中，喺呢個修行團體當中去揾油水嘅，去呃人嘅，咁你有咁嘅心態，你自然亦都係會遇到呢啲騙子啦，咁啊一齊騙咯，咁你自己亦都係會滑向地獄咯。但係作為真係一個好想返去靈性世界，好想即係脫離呢個物質世界，認真嘅奉獻者，認真嘅想去修行嘅人呢，首先好好地唔好聽哦，邊個介紹好好好，嗰個介紹嗰個好，呢個好，咁啊自己走去啊，即係要自己去祈求 Krishna 去安排。Krishna 一定會安排噶，如果你誠心誠懇嘅時候。好啦，第32個詩節，譯文，人應該咧總係銘記以超齡呢一個局部區域
代表嘅形式處於喺眾生心中嘅至尊人格守神。為此呢，人應該按照唔同生物體嘅狀態或者展示，相應咁樣向每一個生物體致以敬意㗎。要指喺眾生體內嘅至尊人格守神呢一句咧就講明啦。有時咧被肆無忌憚嘅人咧錯誤咁樣得出結論講，Hari 即係至尊人格守神處於喺眾生體內，因此每一個生物體都係 Hari。呢種愚蠢嘅人呢，唔區分呢處於喺每一個身體裏面嘅個體靈魂、Atma 同埋超靈。靈魂呢係普通生物體嚟㗎，超靈係至尊人格守神。普通靈魂唔同於超靈，即係至尊主啦。因此喺眾生體內嘅至尊人格守神嘅意思係，Hari 呢作為超靈處於喺度，而唔係呢普通靈魂啦。儘管普通靈魂係超靈嘅一部分，向眾生致敬嘅意思呢，就係向處於喺眾生體內嘅超靈致敬。人唔應該誤以為每一個生物體都係超靈。肆無忌憚嘅人呢，有時將唔同嘅普通生物體稱為貧窮嘅那拉人 （Swami 那拉人）。呢個那拉人同嗰個那拉人應該係好清楚，儘管那拉人處於喺每一個生物體嘅心中，但係生物體本身永遠都變唔到成為那拉人㗎。第33個詩節。譯文：從事呢啲活動，即係上述嘅活動啦，令到人呢能夠削弱貪圖物質享樂嘅慾望、憤怒、貪婪、錯覺、瘋狂同埋嫉妒等等敵人施加嘅影響。而只有處於喺呢種狀態嘅時候呢，人先至能夠為至尊主做服務㗎。呢種方式確保人升上去到為至尊人格守神做愛心服務嘅層面。要指，正如第30到31詩節所提到嘅，人嘅首要責任係接近至尊人格守神嘅代表，即係靈性導師，開始為佢做服務。Prahlad Maharaj 提議啦，小孩子從細個開始就應該喺靈性導師開嘅學校居住期間，受到呢服務靈性導師嘅訓練。呢個係聖典博加談第7篇第12章第1個詩節講到。咁呢個呢，就係靈性生活嘅開始啦。通過遵守靈性導師同埋經典嘅指示，門徒呢達到做奉愛服務嘅階段，變得呢唔再依附物質嘅擁有。佢將擁有嘅一切呢都獻俾，讓到佢致力於做聆聽、唱頌同埋呢憶記神嘅聖名等等奉愛服務嘅靈性導師。正如呢 Srila Rupa Goswami 所確認㗎，門徒嚴格遵守靈性導師嘅指令，以呢個方式呢學習點樣控制自己嘅感官，跟住呢靠佢嘅被淨化咗嘅智力，逐漸呢成為愛至尊人格守神嘅人。呢一個令到人生呢就變得完美，對 Krishna 嘅依附呢完全展現出嚟㗎。嗰陣時佢就會好似下一個詩節所解釋嘅咁樣，完全處於喺如痴如醉嘅狂喜狀態當中，體驗 Bhav 同埋呢 Anubhav 等等愛神嘅超然感受啦。第34個詩節，譯文。穩定咁樣做奉愛服務嘅人呢，毫無疑問係佢感官嘅控制者，因而呢係解脫嘅人。呢種解脫嘅人即係純粹嘅奉獻者啦。一旦聽到至尊主嘅化身，佢哋為從事各種逍遙時光而展示嘅超然品質同埋活動，就會即刻無法直樹，淚水湧流，因為靈性嘅體悟而聲音顫抖。有時呢，佢就喺大庭廣眾之中跳舞；有時呼喊，咁樣表達佢嘅超然喜悅。要指至尊主嘅活動非凡無比，例如啦，
當佢以主 Ramachandra 嘅身份顯現嘅時候，佢從事咗喺海洋架橋起橋嘅非凡活動。同樣，主 Krishna 顯現嘅時候，喺只有7歲嘅時候呢，就舉起咗高瓦丹山。呢啲都係非凡無比嘅活動。冇處於喺超然狀態中嘅蠢人同埋無賴佢哋呢，認為至尊主從事嘅呢啲非凡活動都係虛構嘅神話。但係純粹嘅奉獻者，即係解脫咗嘅人聽到至尊主從事嘅呢啲非凡活動嘅時候呢，就會即刻變得如痴如醉，展現出歌唱、跳舞、大聲呼喊同埋喜悅等等徵象㗎。呢個就係奉獻者同埋非奉獻者之間嘅區別。咁所以睇到啦，從接受咗靈性導師啦，然後咧從靈性導師身上以愛啦同埋情感啦，咁當然一開始就未有愛情感啦，所以咧根據咧規範原則啦，Guru Day 俾嘅訓示啦，即係通過 Guru Day 佢講課嘅時候講咗好多㗎，即係講課嘅內容已經係訓示嚟㗎啦。咁跟住 Guru Day 講課嘅內容要求嘅我哋去做，咁從而咧整個淨化嘅程序開始啦，亦都訓練開始啦，各樣各樣到嚟啦，咁慢慢提升、提升、提升嘅時候，你喺 Guru Day 身上都做到呢個愛心、充滿愛心、充滿情感嘅服務嘅時候，Guru Day 咧將你咧交託俾獻上俾至尊主噶，因為Guru Day 就係一個去訓練我哋嘅人，去知道。去服務 Sri Radha Krishna 嘅標準係乜嘢㗎？咁當我哋達到標準嘅時候，佢冇任何自私感㗎，佢會完完全全將我哋奉獻俾 Sri Radha Krishna 喺為佢哋去做服務。所以一個真正嘅靈性導師咧，係唔自私，總係諗住好想佢嘅門徒。佢當然啦，亦都唔會睇嗰啲門徒係門徒，佢哋睇到啦，呢啲都係 Krishna 好愛嘅奉獻者，Krishna 嘅一部分。咁樣好想咧，讓到佢哋快啲返去達到完美嘅境界啊！第35個詩節。譯文：當一個奉獻者變得好似被鬼魂附體嘅人嘅時候呢，佢會大笑、高聲歌唱至尊主嘅品質。佢有時呢打坐冥想，將所有嘅生物體都視為係至尊主嘅奉獻者，向眾生獻上佢嘅敬意。最後佢變得呢呼吸沉重，唔在乎社會嘅禮儀，如同瘋子一般大聲嘅唱誦道。Hare Krishna，Hare Krishna，哦，我嘅至尊主，宇宙嘅主人啊！要指當人呢如痴如醉咁樣呢唱誦至尊主嘅聖名，唔在乎社會習俗嘅時候，就應該明白佢喺呢個全神貫注咁樣諗住至尊主嘅狀態啦。咁換句話講呢，佢所有嘅注意力都專向住呢個至尊人格守神噶。所以啦，當我哋去到啱規矩啦，達到完美啦，Guru Krishna 咧，Guru Day 咧，將我哋獻上俾 Krishna 嘅時候，我哋亦都去到一個好高嘅狀態啦。喺嗰陣時嘅時候咧，外在嘅所有嘢咧，亦都唔在乎啊，就係專注於喺內在嘅同 Krishna 嘅連接交往聯誼啊。佢唔會再理會身邊所有人對佢嘅睇法指點佢淨係專注喺裏面，好想歌唱，好想榮耀佢嘅至尊主，佢最愛嘅至尊主啊！第36個詩節。譯文：由於一直不斷咁樣諗住至尊主嘅逍遙時光，由於身心嘅品質從物質轉化為靈性，嗰個奉獻者唔再有絲毫嘅物質污染。佢懷住強烈嘅奉愛之情所做嘅服務，將佢嘅愚昧無知、物質知覺以及呢一切種類嘅物質慾望，全部都燒成灰燼。到達呢一個階段呢，人就會得到至尊主蓮花足嘅庇護啦。要指奉獻者完全被淨化嘅時候，就變得毫無物質慾望。換句話講，佢所有嘅物質慾望都被燒成灰燼啦。
佢作為至尊主嘅僕人、朋友、父母，或者呢愛侶而存在㗎。由於呢人一直不斷咁樣以呢種方式思考，佢嘅物質嘅身心呢全部都被靈性化啦。物質軀體嘅需求不復存在，將一支鐵棒放入火之中，嗰條鐵棒呢就會變得越嚟越熱，直到呢變到通紅為止嘅時候呢，就唔再係鐵啦，而係火啦。同樣道理，奉獻者一直不斷咁樣做奉愛服務，懷住原本嘅 Krishna 知覺，諗住 Krishna，諗住至尊主嘅時候啦，就唔再從事任何嘅物質活動啦，因為佢嘅身體已經靈性化咗啊。Krishna 知覺嘅提高呢，有十分強大嘅力量，因此哪怕係喺呢一生咁樣嘅奉獻者，都能夠得到至尊主蓮花足嘅庇護噶。Sri Chaitanya Mahaprabhu就全面展現咗奉獻者嘅呢種超然狂喜嘅存在狀態。對此，Srimad Wat Acharya 呢就咁樣寫啦。Sri Chaitanya Mahaprabhu完全展現咗奉愛服務嘅心醉神迷狀態。佢有時跳舞，有時哭喊，有時歌唱，有時保持沉默，有時呢唱頌至尊主嘅聖名。嗰個係完美嘅靈性存在。第37個詩節，譯文：生命真正嘅問題係生死輪迴，嗰個就好似不停重複滾動嘅輪一樣啊。然而人一旦呢同至尊人格手神接觸，呢一個生死輪迴嘅輪呢就會停止轉動啦。換句話講，一直不斷咁樣做奉愛服務所睇唔到嘅超然極樂，令到人呢徹底擺脫物質存在。所有博學嘅人都知道呢一點，因此我親愛嘅朋友們，惡魔嘅兒子啊，即刻開始冥想同埋呢崇拜處於喺眾生心中嘅超靈吧。要指一般嘅了解係靠融入絕對真理不具人格特徵，即係梵嘅存在，人將會變得十分之快樂。梵文 Brahmanivana 嘅意思係同絕對真理至尊梵連結，而絕對真理可以透過梵光、超靈同埋至尊人格守神本人呢三種特徵加以認識㗎。人之所以可以通過融入不具人格特徵嘅梵感受到靈性嘅快樂，係因為梵光係至尊人格守神放射出嚟嘅光芒。經典之中呢，就講到啦，不具人格特徵嘅梵呢，就由 Krishna 嘅超然身體放射出嚟嘅光芒構成㗎。因此啦，融入梵光所感受到嘅超然極樂、超然喜樂呢，就係因為同 Krishna 產生咗接觸，同 Krishna 有聯誼，係完美嘅靈性喜樂。當人嘅心同不具人格特徵嘅梵接觸嘅時候，人就會感到滿足。但係必須更進一步啊，即係為至尊人格守神做服務，因為靈魂唔保證總係能夠停留喺梵光當中。正如經典所講，靈魂或許有機會融入絕對真理嘅梵光當中，但係因為呢唔了解主 Adokshata， 亦都即係 Basudev，所以呢仲有機會墮落㗎。咁當然啦，呢種靈性嘅快樂，毫無疑問會令到人忘記物質嘅快樂。但係當人透過不具人格特徵嘅梵光，同埋處於喺局部區域嘅超靈更進一步，以僕人、朋友、父母或者呢愛侶等等身份去接近至尊人格守神嘅時候，人就具有咗完整嘅快樂。咁跟住接住呢，彷彿人呢就睇到月光就變得快樂，人自然而然呢感到超然嘅喜樂。睇到月亮自然令到人感到快樂，但係能夠睇到至尊人格守神嘅時候，會感到成百上千倍不斷增強嘅超然快樂。
人只要好親密咁樣同至尊人格守神接觸上，一切物質污染就必定會被清除。有物質軀體嘅生物體感受到超然嘅快樂，所有物質快樂嘅呢一種中斷被稱為完全嘅喜樂或者涅槃。咁喺奉愛服務嘅純粹甘露滋養啦，即係 Bhakti Rasamrita Sindhu 啦，當中嘅第一篇第一章第38個詩節當中 Srila Rupa Goswami 講到啦，融入梵光嘅喜樂極樂啊，乘以100兆都無法等同於做奉愛服務感受到嘅超然喜樂海洋之中嘅一個原子碎片嘅快樂啊！咁樣處於喺超然境界當中嘅人，即刻覺唔到自尊煩，變得充滿喜悅。佢永遠都唔悲傷，唔再想得到啲咩。佢平等對待眾生。喺呢種狀態之下，佢達到為我做奉愛服務嘅境界。呢個係嚟自布吉梵歌18章54節㗎。人如果從同絕對真理至尊煩連結嘅階段更進一步呢，就會進入做奉愛服務嘅階段啦。咁梵文呢個同超越物質心智同埋經驗知識嘅至尊人格守神不斷接觸，呢一句呢，就係指啦，總係心繫住超越心念同埋呢物質推測嘅絕對真理。內心總係專注於 Krishna 嘅蓮花足，呢個係崇拜神像嘅結果。靠一直不斷咁樣為至尊主做服務，諗住佢嘅蓮花足，人自然而然就清除晒一切嘅物質污染。因此，梵文同絕對真理至尊梵相連嘅超然快樂，呢句係指人一旦同絕對真理接觸，物質感官享樂就即刻變得呢索然無味㗎。第38個詩節，譯文啊，我嘅朋友，惡魔嘅兒子們，至尊人格守神總係呢以佢超靈嘅形象，處於喺每個生物體嘅心中。事實上，佢呢就係每一個生物體嘅祝願者同埋朋友。崇拜至尊主毫無困難。既然咁樣，人點解仲唔為佢做服務嘅呢？點解仲對不必要咁樣生產供給感官享樂用嘅人造用品咁上癮呢？要指，由於人格守神至尊至高無上啦，冇人同佢平等，亦都冇人比佢偉大㗎。儘管係咁，對至尊人格守神嘅奉獻者嚟講呢，至尊主好容易得到。至尊主之所以被比作為係天空，係因為天空雖然廣闊，但係卻係唔單單人類，甚至就連動物在內嘅一切眾生都能夠呢觸及到㗎。至尊主作為呢最好嘅祝願者同埋朋友啦，以佢嘅超靈形象存在。咁正如呢偉達經所證實講到啦。至尊主總係以佢嘅超靈形象作為最好嘅朋友同埋祝願者，同生物體一齊咧處於喺心中。咁至尊主咧對生物體係如此嘅友好㗎，甚至咧總係喺生物體嘅心中，以便生物體咧能夠毫無困難咁樣永遠同佢交往。而生物體咧要想同至尊主交往咧，只要做奉愛服務就得㗎啦。人一旦聆聽同至尊人格守神嘅話題，人一旦聆聽啦有關至尊人格守神嘅話題啦，就即刻同至尊主係接觸上㗎喇。奉獻者係通過做以下嘅一種或者咧所有種類嘅奉愛服務，即刻咧就同至尊主接觸上㗎喇。詩節之中呢節詩咧嘅描述咧就係描述咗9種奉愛服務噶，咁佢哋分別就係聆聽並且歌唱主 Vishnu 超然嘅姓名、形象、品質、隨身用品、桐油同埋小如時光，銘記佢哋，
服務至尊主嘅蓮花燭，用16種用品恭敬咁樣崇拜至尊主，向至尊主祈禱，成為佢嘅僕人，將至尊主視為係自己最好嘅朋友，將一切都獻俾佢。因此呢，要同至尊主交往並唔困難噶，相反，去地獄呢需要付出極大嘅努力。人要想通過非法性生活、食慾、賭博同埋麻醉自我去地獄，就必須具備好多好多嘅條件。要想有非法性生活，人呢就必須要有足夠去妓院嘅金錢啦。要想食肉，人必須開設好多好多嘅屠宰場。要想賭博呢，人必須興建賭場同埋飯店。而想要飲酒麻醉自我，就必須呢去到開好多嘅釀酒廠。所以好清楚，想要去地獄嘅人呢，必須非常之努力。而想要翻返去家園，翻返去神手身邊呢，就冇困難噶。想要翻返去神手身邊嘅人，可以喺任何地方、任何情況之下獨自生活，只要坐低冥想超靈、念誦唱誦並且聆聽有關至尊主就可以啦。因此，要接近至尊主根本係冇困難噶。由於冇能力控制感官啊，人必須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去地獄。然而啦，明智嘅人可以好容易就得到至尊人格守神嘅恩惠，因為至尊主總係喺佢哋心中啊。藉由聆聽同埋呢念誦唱誦主 Vishnu 嘅一切嘅簡單方法，就能夠取悅至尊主啦。事實上，至尊主講到，人如果懷住奉愛之心，俾到我供奉一塊葉、一朵花、一個水果或者一啲水，我將會接受。博家梵歌第9章26節講到㗎。咁我哋呢可以呢喺任何地方冥想至尊主。正因為係咁樣，Prahlad Maharaj 話俾佢嘅朋友聽，即係惡魔嘅兒子們啊，行呢條翻返去家園、翻返去神手嘅路呢，係毫無困難㗎。太可惜啦，我哋被瑪雅蒙蔽啦，係取難唔取易啊！辛辛苦苦去努力賺錢攞腰，就係為咗去餐廳食嘢，或者去一個旅行。呢啲快樂又短暫，又要用費好多嘅心機、好多嘅力量，做到個人攰晒，但係最後就係即係燒錢咁樣燒喎。去個旅行幾日嘅啫喎，就冇晒呢啲錢。但係呢，有呢個永恆嘅喜樂呢，只係好簡單，念誦、聽課啊，同啲奉獻者一齊好開心咁樣互相分享，就有啦。一齊嚟到有一個地方啊，就係聆聽唱誦記憶，一齊喺度做，就係咁簡單。但係我哋就係唔揀咁簡單嘅方法啊，唔揀一個最好嘅方法，唔揀一個最好嘅目的地。第39個詩節，譯文：人嘅錢財、美妻、女朋友、兒女同埋住宅啦，以及呢乳牛、大象、馬匹等等家畜，加上財寶、經濟發展同埋感官享樂，事實上啊，甚至就連可以讓到我哋享受呢一切物質財富嘅壽命啊，都係毫無疑問既短暫又唔穩定。既然人體生命呢一個機會短暫易逝，呢啲物質財富能夠俾了解自己係永恆嘅清醒之人有邊種利益呢？要指呢個詩節當中呢，講述咗發展經濟嘅主張係如何被自然法律所挫敗㗎。咁正如呢前一個詩節詢問㗎，所謂嘅經濟發展有咩真正嘅利益呢？世界歷史實際證明咗，試圖通過提高物質文明為軀體嘅舒適增長經濟，對生老病死呢啲不可避免嘅痛苦冇任何幫助。大家都知道世界歷史上面嘅各大帝國，其中包括呢羅馬帝國、莫臥兒帝國、大英帝國等等。
但所有呢啲帝國致力於發展經濟嘅努力，都被自然法律通過定期發生戰爭、瘟疫同埋饑荒等等形式所挫敗。所有呢啲努力呢，都係短暫易逝㗎。正因為係咁樣，呢個詩節之中呢，就講到啦，人或許呢，為擁有一個疆土遼闊嘅帝國而感到自豪，但係呢種帝國係短暫㗎。100-200年之後，一切都將會結束。所有呢一類經濟繁榮發展嘅狀況，雖然係經過巨大嘅努力，克服重重困難之後得到㗎，但係好快就打冧咗啦。所以佢哋被描述為係飄忽不定而且短暫㗎。明智之人呢，應該得出結論，即係物質嘅經濟發展根本唔能夠令人滿意。《博家梵歌》之中描述整個世界係痛苦短暫㗎。經濟發展或許喺一段時間裡面呢，令人愉快，但係無法持久喎。正因為係咁樣，大商人佢哋而家呢都悶悶不樂，因為政府用各種手段呢所進行嘅掠奪，令到佢哋疲憊不堪啦，疲累不堪。咁總而言之啦，經濟發展既唔持久，又唔令到靈魂快樂，人點解要為所謂嘅經濟發展浪費自己嘅時間呢？另外，我哋同至尊人格守神 Krishna 嘅關係係永恆㗎，純正嘅靈魂永遠咁樣愛住 Krishna。呢種作為僕人、朋友、父母或者咧愛侶嘅永恆嘅愛，一啲都唔難去恢復㗎。咁尤其係喺呢個年代當中啊，我哋得到嘅特權就係單單靠念誦唱誦 Hare Krishna Maha Mantra 就可以恢復同神原本就有嘅關係，從而變得咁快樂，以至呢根本唔想要同物質有關嘅一切。正如 Sri Chaitanya Mahaprabhu 所明確講明㗎，有高度 Krishna 知覺嘅十分進步嘅奉獻者，唔想追求錢財，追隨者或者個人擁有物質財富所具有嘅滿足感，雖然程度唔同，但係即使呢喺無法令到自己恢復同 Krishna 嘅永恆關係嘅諸九生命形式當中，都能夠得到㗎。然而呢，喺人體生命形式當中沉睡住嘅我哋，同 Krishna 嘅永恆關係就有可能恢復啦。正因為係咁樣，Prahlad Maharaj 描述呢一生係極其珍貴㗎，所以呢，與其浪費時間去發展無法俾到我哋帶嚟任何快樂嘅經濟，不如呢一心努力恢復同 Krishna 嘅永恆關係，呢個將會係我哋對人生嘅正確利用啊！因為咧，我哋嚟到咧就已經係俾愚昧所覆蓋啊。咁至尊主咧就係啦，通過靈性導師啦，同埋呢啲經典咧嚟到去到同我哋講啦，不斷去講翻個事實出嚟啦，講翻個真相出嚟啦。點解你會喺度啊？去敲醒翻我哋，幫我哋去除呢個愚昧啊，呢個黑暗，我哋被重重嘅黑暗咧所籠罩住。咁咧，靈性導師同埋 Krishna 咧就好似咧陽光咁樣啦，幫我哋驅散呢啲黑暗，驅散我哋嘅愚昧，令到我哋叮一聲，翻返嚟係喎，點解我仲咁蠢嘅咧？呢啲喺呢個物質世界努力嚟努力去，為咗呢啲咁短暫嘅快樂，值得咩？唔係喎，真係唔應該再咁做啦，醒晒啦。咁所以同樣地咧，我哋亦都係啦，通過專心咁樣、誠心誠懇咁樣去聆聽靈性導師嘅教導，同埋通過有睇經典嘅時候，喂，真係要醒過嚟啦，唔好再愚昧落去啊！第40個詩節，譯文。從呢個偉大文獻當中得知到，舉行盛大嘅祭祀可以令到人升上天堂星球。然而啦，儘管天堂星球嘅生活舒適程度比地球高千百倍，但係天堂星球並唔純正啊，亦都就係講並冇免於物質存在嘅污染。天堂星球亦都係短暫㗎，因此並非生命嘅最終目的。
但係至尊人格守神從來都冇被睇到或者聽講有啲咩缺陷。因此呢，為咗你哋自己嘅利益同埋呢對自我嘅認識，你哋必須按照啟示經典嘅教導，滿懷奉愛之情崇拜至尊主。要指，正如呢博吉梵哥所講噶，人喺天堂星球之中耗盡自己虔誠活動嘅結果之後呢，重新翻返嚟呢個終有一死嘅星球啦。咁我哋即使呢靠舉行伴隨有獻祭動物呢一類罪惡活動嘅盛大祭祀升上去高等星系，享受呢個 Swargaloka 上面嘅高水準快樂，亦都仲係呢冇免於困擾㗎。就連啦天帝 Indra 啦，亦都會為生存而奮鬥。所以呢，升上天堂星球並冇實際嘅利益㗎。事實上呢，生物體喺耗盡從事虔誠活動嘅結果之後，必須係從天堂星球呢翻返嚟地球㗎。咁韋達經之中講到啦，正如我哋喺呢個世界裏面靠辛苦工作得到嘅物質地位，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就會失去。生物體喺天堂星球裏面嘅居留時間呢，亦都係最終會結束㗎。咁人根據從事嘅唔同程度嘅虔誠活動啦，得到唔同標準嘅生活，但係呢啲生活呢，冇一種係永恆㗎，因此都唔純粹。所以呢，人唔應該為升上天堂星系而努力，因為結局呢，只係翻返嚟地球，或者降到更加低等嘅地獄星球啊！要停止呢種上上落落嘅循環，人係必須培養 Krishna 之覺。為此，書榭他人 Mahaprabhu 講到啦，喺永恆嘅楚太人經中篇19章151個詩節，生物體喺生死輪迴圈當中旋轉，有時上到去高等星球，有時呢落到去低等星球。但嗰個唔係解決生命問題嘅方法啊！如果靠 Krishna 嘅恩典，人有幸能夠遇到一位靈性導師 Guru， 即係 Krishna 嘅代表，就能夠認清自我，翻返去家園，翻返去神獸身邊。呢個先至係我哋應該渴望噶。我哋必須為覺悟自我而培養 Krishna 之覺。第41個詩節，譯文。物質主義者認為自己具有高等智慧，不斷咁樣為發展經濟而努力。但正如韋達經之中講到啦，佢無論喺今生或者來世，都再三不斷咁樣被物質活動所擊敗。事實上，物質主義者無可避免咁樣總係得到事與願違嘅結果。要指從冇人從物質活動當中得到自己想要嘅結果，啱啱相反，所有嘅人都再三遭到失敗。因此，我哋喺今生或者來世呢，都唔應該為感官享樂而將時間浪費喺呢種物質活動當中。有咁多愛國人士、經濟學家同埋其他有抱負嘅人都為咗尋求快樂而獨自或者集體奮鬥過。但係歷史證明佢哋都失敗咗。喺近代史當中呢，我哋睇到有好多政治領袖都為個人或者集體嘅利益而艱苦努力咁樣發展經濟，但係都失敗咗。呢個就係喺下一個詩節之中明確解釋嘅自然法律咧。第42個詩節，譯文。喺呢個物質世界裏面，所有嘅物質主義者都想要獲得快樂，減輕痛苦，以此作為行動嘅準則。然而，人一旦停止追求快樂，佢就係快樂㗎。一旦呢開始追求快樂，佢痛苦呢亦都就會開始啦。要指，正如普吉梵歌之中嘅描述，全體受條件限制嘅靈魂都受物質自然法律嘅束縛。每一個生物體都得到物質自然按照至尊人格守神嘅命令所俾到嘅某種類型嘅軀體。阿 June，每個生物體都坐喺一台由物質能量製成嘅機器上面，至尊主處於喺佢哋嘅心中，
指導佢哋周遊四方。呢個係嚟自普克凡哥18章61個時節。至尊人格守神即係超力，處於喺每一個生物體嘅心中。至尊主按照生物體嘅願望提供便利條件，讓到生物體可以喺唔同等級嘅軀體當中按照自己嘅願望工作。軀體就好似一個工具，咁生物體懷住得到虛幻快樂嘅慾望去利用佢，結果呢，就喺唔同水平嘅生活當中遭受到生老病死痛苦嘅折磨。每個人呢都帶住某種計劃同埋抱負開始從事活動，但事實上從始至終都冇得到快樂。啱啱相反，人一旦按照自己嘅計劃開始行事，佢嘅苦惱生活就開始啦。因此，人唔應該有要消除生活之中唔快樂情況嘅野心，因為實際上根本無法做到呢一點。靈魂受到假我嘅迷惑，以為係自己喺度活動。人抱住錯誤嘅野心行事，以為自己可以靠自己嘅活動改善物質狀況。偉大經指示講到啦，人唔應該試圖增加快樂或者減少痛苦，因為呢個根本就冇用噶。我哋應該為覺悟自我而努力，而唔係為咗發展無法改善嘅經濟而努力啊！人喺唔需要努力嘅情況下，就能夠得到命中注定嘅一定量嘅快樂同埋痛苦。呢一點係無法改變噶。因此最好咧就係用自己嘅時間喺度培養 Krishna 知覺嘅靈性生活之中，爭取進步啦。我哋唔應該浪費自己寶貴嘅人生，最好咧就係用呢一生咧培養 Krishna 知覺，而唔係咧渴望得到所謂嘅快樂噶。因為咧，我哋有一個傾向，就係覺得我可以改變人。喺一啲嘅愛侶夫妻關係啦，尤其是啦，好明顯就係同埋對於自己小朋友亦都係，我去做一啲嘢，我好努力喺佢身上做一啲嘢，佢一定會改變，佢一定會為我改變，或者我好想我要改變佢。我哋成日都有呢個咁樣嘅，因為我哋係條件限制靈魂，我哋就好容易有，我哋就一定係有呢一個咁樣傾向，想控制人、改變人。我係控制者，我係作為者，我係可以噶。但係其實我哋冇可能可以改變到身邊嘅每一個人，就算我自己啊，都或許未必可以完全改變到自己。即係如果我可以改變到自己嘅時候，我嘅靈修會好快得到進步。但係，所有嘅嘢都係 Krishna 所控制，Krishna 去安排。我哋做出咗我哋嘅努力喺靈修方面啦，做出咗我哋最大嘅努力，但都必須要係有靈性導師同埋至尊主嘅恩慈到嚟，我哋先至會有改變，先至會有進步。所以唔好試圖喺呢個物質世界去改變任何人，浪費心機時間去做一啲事情係想改變人，冇可能。每個人佢嘅天生嘅特質、性格，全部都係因為因有果而得嚟噶。點解呢個人會個憐憫心多啲？呢個人呢就比較殘忍啲，肯定係佢之前生生世世累積落嚟得出嚟嘅結果。所以你話要改變佢咩？冇可能，佢係累積咗成沓口嘅原因得出嚟嘅果實。你點可以？你作為一個咁細嘅靈魂，頭髮尖1/1000咁丁咁多嘅靈魂，可以有咩能力去改變對方呢？冇可能啊！所以唔好試圖去改變人之餘，亦都唔好試圖喺人哋身上去得到啲乜嘢，去滿足自己。好困難，你只會痛苦啊！咁所以點解講到咧？你去努力啊，你去努力去增加快樂，
到頭嚟係反而痛苦。但係反而你乜都冇咧，冇計劃啊，冇成嘅，完全交託俾 Krishna。我做咩？我淨係專注喺我自己裏面，做好我自己嘅本分，而所有嘅結果都由 Krishna 去安排嘅時候，反而你係會好輕鬆、好開心、好平靜。第43詩節，譯文：生物體咧就想要讓到自己嘅身體感到舒適，並且咧為咗呢一樣嘢啦而制定好多嘅計劃。但係身體咧其實係他人嘅財產，事實上易毀壞嘅軀體包裹住生物體，然後將佢咧劈埋喺一邊。要指每一個人呢都想要自己嘅身體感到好舒適啦，並且努力為此創造相應嘅條件，但卻係忘記咗軀體最終呢係要被狗、豺狼或者鵝呢去食咗佢㗎，從而轉化為冇用嘅糞便、灰燼或者泥土。生物體為咗另一個接一個嘅軀體感到舒適而浪費自己嘅時間。為咗獲取物質擁有嘅嘢呢，而做冇用嘅努力啊，所以亦都係提點我哋啦。因為我哋認同咗呢個身體係我自己，我就係呢個身體嘅時候，你就會相應地做出好多嘅嘢，要去令到個身體舒適啦，讓到個身體個樣保持得靚靚啦，各樣嘅嘢。咁但係呢，其實隨住時間嘅推移，你嘅身體係必定會有老啦、病啦，最後會死亡噶。呢個係不可避免，每一刻都喺度步向衰老、步向死亡啊！咁你諗住可以逆齡咩？你諗住做一啲嘢啊，不斷去美容院啊，做嗰啲療法啊，或者去用一啲嘢去保養啊，將佢停止衰老。或者逆齡，即係啦，讓到佢唔衰老，反而變翻年輕添。諗住去做啲同呢個物質世界自然定律相違背嘅嘢，即係同樣頭先講到，我覺得我可以改變，但係冇可能。你一定你點用幾多嘅嘢做幾多嘅治療啊？你都會終有一天係會變老嘅個樣，你冇可能你永遠去到幾廿歲，你都會等同於你廿幾歲、十幾歲嗰個樣，嗰個狀態冇可能。所以唔好再浪費啲時間去做呢啲冇用嘅嘢，浪費青春冇用，浪費咗呢啲精力啊、努力啊、時間啊，應該用呢啲嘅嘢喺一啲更加實際、實在嘅嘢嗰度。第44詩節，譯文：既然軀體呢本身最終呢都要變成糞便或者泥土，咁樣妻子、住宅、錢財、孩子、親戚、僕人、朋友、王國、寶庫、家畜同埋大臣呢啲呢同軀體有關嘅人事物又有啲咩意義呢？佢哋呢亦都係短暫噶。咁對此呢，仲能夠講啲乜嘢呢？第45個詩節，譯文：只有當軀體呢仲喺度嘅時候，呢啲人事物先至好親近，可以但係呢，軀體一旦毀滅咗，同軀體有關嘅一切呢，就都會結束啦。咁因此呢，生物體呢，同一切呢，其實呢。同嗰啲一切咧，其實都係冇關係噶，只係咧出於呢個愚昧無知，先至會認為佢哋係好珍貴。同永恆快樂嘅海洋相比，嗰一切所帶嚟嘅快樂咧，係極其微不足道啊！咁嗰種微不足道嘅關係，對永恆嘅生物體嚟講，又有啲咩用呢？要指 Krishna 知覺，即係為住 Krishna 所做嘅奉愛服務，係永恆喜樂嘅海洋。
同呢個永恆嘅喜樂相比，所謂嘅社會友誼同埋愛所俾到嘅所謂快樂，毫無用處，而且微不足道。因此，人唔應該依附短暫嘅事物，而應該發展 Krishna 知覺，變得永恆嘅快樂啊！Jai Gurudev Ki Jai Jai Swami Prabhupada Ki Jai Jai 聖典博加譚 Ki Jai Jai 聖尼太高 Premanandi Hari Hari Bo